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，咱来研究几句甲无有牵连的民间流传的俗语。你像讲有一句话讲无米兼论月，我来记一个咧，讲兄哥去甲小弟伸长手开喙，讲小弟啊，兄哥最近较安斗。谁知影讲昨徛倒摆甲人烧的，就爱阁讲一条，讲找花找肥，真正无米兼论月。意思讲当艰难的时，煞去加倍，搁再拄着灾下，安尼叫做无米兼论月。查空米钱啊，今年搁加1个月13个月。结果小弟煞甲兄哥应啊，应讲吼，毋过我逐工吼3炷香点落咧求神明，讲我投资的股票爱起，无啥起着啊，即马吼起超20-30万尔啦。啊，搁有啦，讲我买遐个厝吼，原来会承担的，嘛有限呢。大哥，我最近原来真难呢。还搁人啊倒啊甲转落，讲你做小弟的，我来甲你拜托，甲你开喙，你煞甲我无话讲假咧，无话讲假咧，就是俗语话咧讲的。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，我咧讲天，你甲我讲地，我咧讲后遐，你甲我讲饭咧，你唔甲我帮忙准拄煞，讲话甲我射对边仔去。啊假咧，即句俗语话伫咧应用。有人讲，迄就是过去日本时代，咱平地人咧称呼山内原住民，有一句足土的形容词，讲叫做咖喱啊。你无正经话要讲，煞讲迄个咱较生疏的山内的人讲咖喱啊的代志。有哪有人讲毋是哦，是叫做无话讲咖喱哦。因为咖喱即个地头算过路站，来来去去的人生生拢会讲到遮，所以讲无话讲咖喱。毋过总讲啦。决定无可能是无话讲对传统艺术加咧红爱加咧去，那国政咧研究这是较无可能。结果大哥倒啊甲转落去，讲无话讲加咧尔，佮甲小弟咧，佮甲小弟骂，佮甲赞一句讲：小弟你敢知？你逐讲3炷香，但遐伫咧拜神明，人讲兄弟不和，敬神无益。俗语话咧讲无天理就无地理呢。兄哥咧困难，甲你开喙，你也毋甲我帮忙，你安尼望神甲你保庇。讲究这个五术地理的代志，嘛是无答话啦。即句无天理就无地理，原来民间流传无起头的俗语话。当然咱知啦，世间像米饲百样人，毋过兄弟吼感情遮歹，无几口罩啦。嗰种是编故事，是招你研究一个无起头、民间流传才会真奇卡的台湾的俗语话啦。